要钱财要不要保住？要保住，健康要不要保住？要，所有的一切是我的，要不要保住？保住这件事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各位请记，这些都是外面的，这些保得住吗？但是生命有一个东西保得住，那是什么？文化的传承。整个家族命脉文化基因，整个家族命脉的传统文化脾气毛病会不会保住？可不可以保得住？文化命脉其实是可以保得住的。所以你的爸爸妈妈讲话很大声，我讲话会不会很大声？你的爸爸妈妈讲话很小声，我会讲话会不会很小声？大部分，刚刚有提哦，大部分是这样。但是会不会有自己基因突变？会不会有自己突然自己精进，或者自己突然堕落的？有没有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就是在我内心很深层、很复杂的基因公式里面，它所造作出来的。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长、很长变的文化，它绝对可以保得住。所以在外一个国家，像台湾，我们也都需要，不管是经济，或者是武器，是吧？或者是传统文化，我们是不是都希望现在国家政策就是要保住人民？生育率低，就是怕以后没有小孩，对不对？没有小孩，文化会不会断？你再有钱，光没有小孩有用吗？文化断了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。那当然是好的文化不可断啊，如果是坏的文化断了，好不好？好的啊，所以它是这样，又是这样。铅里面呢，刚刚有提，我们必须要去择善，我们必须要去去恶。而这个铅里面，你要有一种无宁下的心，还有一种对下没有，以简单现在来讲，没有想要去霸凌。现在霸凌的这个文字，有没有大家都很熟悉这两个字？不用解释。那对心服口顺服这两个字，应该也不用解释。那各位请想一下，你对你的爸爸妈妈幸福吗？几点后幸福吗？他讲的话你相信，你服他吗？服吗？服。好像隐隐听到两个字，不服。那各位请问，你的小孩服你们吗？不。对你们心服口服吗？没有。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不幸福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小孩也不幸福我这个人？问题出在哪里？
嗯嗯真的哦，大家都好客气。后学刚上台前，跟我们前贤借了几根发夹，这里夹一夹，那里夹一夹，这里夹一夹，看一看，有没有看起来好看的才上台？有没有完美主义？嗯后学承认自己是完美主义。后学自己承认自己没有把自己准备打扮好上台，非常的焦虑，非常的不安，非常的内心很动荡。嗯后学都在霸凌自己。嗯给我浅浅想一想，后学就这个脸哦，你怎么讲？
好，科学是我们用的。谁比较大？一定是所有大的一定比较大。那各位请写，我们在内都没有办法去控制、去改掉、去平息内心这些动荡不安、错综复杂的生命问题，自己没有去排解。我们如何对外面
自己的自己。的哈，以前我有说哈，中午待会要到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小心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哦。你以后会少一餐，或者是你的来世子孙会少一餐。你说我吃不完，你不会带回家，后学不做威胁，后学不做恐吓，吃不完不可以带回家。但是我们选择倒掉是一个选择，带回家是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啊，人有奇特，眼不见为
世界。首先要谦下，对别人谦下之外，还要对自己谦下。这时候我们没有谦下，因为我们没有永通和好。要什么永通和好？我们要一起念哈。好，一起念。要进入圆满的世界，首先要向内下，对别人谦下之外，还要对自己谦下。怎样谦下？其不生狂妄、骄丑之心，在成功与失败当中，都以平等心处之。若成功，就沾沾自喜，不谨慎，也不容易变成失败。所以一切要能够居安而思危，不要以为现况处得很好，无忧无患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忧患。成功勿自喜，失败亦不妄自菲薄。成功失败只是一念之间，只要常保此心，不管成功与否，都波及不到你。